上一点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我做的。为什么你这边凸一大块？我拿起来就这样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切壳。舌头。洗厝干、送丝虫、买菜各样上公帮，老做下做料理，好坏用板味度重。今晡日啊，小人下来做厝，我去请高笋来煮好吃的料理哦。推过去。妈妈，这个要倒进来这边哦。好。哦。然后盘子给妈妈，对。好，摆着。这个拿去给阿姨。今晡日下个天嘅洗厝干，係加上啲阿妹經驗嘅傳統，聽書嘅小朋友呢。啲家生嘅阿妹係泰國嘅華僑，阿爸係新竹戶口嘅客家人，當體貼又當曉得嘅佢。出門之前準備嚟乜嘅愛去試從呢？包包裝很多。这边有水啊，哈。然后帽子，对。卫生纸都准备了哈。好，来背起来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。身體要到一兩清，樓上歡迎講話，我要到一間介紹嘅李嘉誠。第一擺愛來完成請食材，做料理嘅挑戰。我是李嘉誠。李嘉誠。佢要嚟鄉下睇嘅好朋友吳明峰，我下係睇家出嘅佢，啲我下是為講客家話，考試客家菜，最後嘅係鹹菜做出來嘅料理哦。来看啊，你的包包呢往上讲。你写到梦中，他又改这样让写。先把我卡了，对吧？路上小心。茭白笋它种最多的在那个南投最多，只是其他地方也是有茭白笋，南投比较多。这个是我画的茭白笋。主食材茭白笋，这是我画的。那个茭白笋上面有那个一点一点那个黑黑的，那个吃了很健康，可以预防骨质疏松。來看啊，咱我一組有鄉下來參加過節目嘅蔡安琪老參彩賢，也是這啲做乜嘅呢？原來係啲好高打球嘅啊！平常時當唱乜嘅都唔驚嘅蔡安琪，仲驚體育課呢。冇相干，一下就出發去請食材咯。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做的就是茭白笋控肉。在我心目中，茭白笋，你胖胖的，你圆圆的，你长长的，这是你写的。高高的，你可能有长手哟。味道我去請高筍，也擺人嘅洗厝乾，來到嚟新竹160公里遠嘅所在哦。也係南投縣埔里鎮，一個四方風景都同江，也為嘅江中人都種出當多高品質農作物嘅小市鎮。今晡日啊，來到嚟當地客家人、老河洛人都會來也買東西嘅埔里天意傳統市場，用做洗厝乾，準備愛啲也為買嘅東西呢？水饺。老板好。老板你好，帅哥美女。我们要煮那个三杯鸡美人腿，4到6人份的鸡。那这一半的量刚刚好。鸡肉像这个是有一点黄黄的，然后这种是白色的，那怎样看才像比较新鲜的？比较黄那个是那个腌鸡，然后腌鸡它有煨玉米，煨玉米的粉，所以它会比较黄一点。然后辨别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头的部位不要发黑，然后可以去触碰它，肉要有弹性，不能一摸了，然后就凹陷。老板，那酱多少？200块。老板，谢谢。妹妹好。你要买猪肉呀？对，我们是要买煮烧肉的肉，那老板建议我们用哪种肉呢？煮烧肉的五花肉可以吗？五花肉可以。你要买多少？买100块可以吗？先看看。先看看哈，好。阿公切黑，刚刚好100块，很准哈。哎，这个是
什么？那个是鞋壳，去鸡。舌头。对啦，你答对了，你好聪明啊！哎。这个拿来做烧肉适合吗？那个烧肉也可以呀，哎，然后呢红烧肉也可以呀，买这个价哈。对，那这样子就100块，对不对？对的，妹妹买了，阿公卖你便宜一点嘿，谢谢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哈，谢谢。米特花亚坛的老坛的之间，有着的起离嘅户外市集买东西，环境无像一般室内嘅市场按舒适。往起来其实动辛苦嘅，也下用注册出关都买好零肉，民风佢就和铁片刀抢菜果子摊去讨上爱买嘅东西哦。那个我们做那个3杯鸡腿，然后姜跟老姜、酱油也要，还有蒜头、对，还有什么？那个茭白笋，对，就这样，差不多了。老姜要几个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。这个就可以了。好，茭白笋应该是买3根吧？买到2根。地铺里有当像亚种，马嘅都有卖嘅太坦的哦。民风老家省，因为平常时都喺地铺下听书，故所对买菜、套菜都唔会上手。喺短时间度，就买到嚟辣椒味、酸条米、7层塔。阿姨，那这些东西买回去怎么保存？9层塔跟辣椒跟你的茭白笋都要放冰箱。好，你懂吗？要煮的时候再拿出来。阿姨，那辣椒可以送我们吗？可以，辣椒跟9层塔全部送给你们。谢谢。好。谢谢。老板再见。亚时节，阮去记得要来到嚟高笋田。高笋系江中人种的南药过后，爱用水来捞起照顾好嘅植物。因为上学嘅时节差唔多用5-6公尺高，故所采树嘅人每要浸到水度，漳州地熬到养分提配嘅农作物，按起到菜田你就下起水度，每要浸菜条嘅哦。哇！再彩券。台湾出产高笋嘅时节，其实系伫当年9、9月才起始嘅。不过埔里是1年4季都是一道高笋哦。伫亚位只要有人前流过嘅田，水温保持伫25度以下，就做得种出强嘅高笋哦。阿公，这个有吗？那个没有，那个没有，那个没有。那这个嘞？这个。那个有，但是老去了，这不能吃，难吃的。这个有吗？都有，那个有。那我还要看。那好，你把它砍好。这里吗？好。耶！好，这样把它抓起来。好，起来了吧？起来了。啊，对。看已经70岁嘅健身阿公，用木竹看就做得知道哪位有高笋，哪位冇。也是喺江中人一生人换来嘅老经验咯。因嘅安起老菜田，一边熬高笋，一边滴水度高。难怪蓝莓度嘅高笋一次都冇变多呢。你不要用我啦哦！你说你自己弄过去，你就沾那多恶心。没怎样啊，它不会出来啦。它有出来吗？没有嘛。那我丢了哦，努力，拜拜。也用3年，第一摆都按用嘅水田度，搞到水彩香扑嘅。家下还刚冲嘅菜田，也是节未搞到唔记得水度，慢慢嘅都要复苏咯，老几嘅乱嘞。白萝卜蹲，白萝卜蹲，蹲完换红萝卜蹲，红萝卜蹲，红萝卜蹲完摄影机蹲，尿。喂，你的尿尿还要多好，小朋友辛苦了，我们上面有冰哦。哦耶！
还不快点，冰要出货了！哦，你刚才整个做下去吗？它湿了，它湿了，然后它软了，它软了，好，对啊，它坏了。我坏了，完了，那你爸爸会傻眼。我们是天才，破坏东西的天才，无敌破坏王。哇，有冰啊，有冰哎！感觉就很像福寿螺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耶，好可怕！上面黄黄的是什么？给你们猜，你们可以先去吃看看。这是小白笋吗？是吗？确定？有百香果的味道。有百香果味道，哦哟，厉害哦！但是百香果加茭白笋哦，我们要茭白笋把它切成丝，跟百香果一起和在一起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甜甜的哈。好，然后旁边。看太多福寿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叫桑葚，是我们园区的哦。阿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哦！要买茭白笋吗？要买4人份的。这个是这样，对，就是都是有机的，130。伫野尾因为好山好水，出来当多有名嘅东西，出体高笋，指咩係哪个一只当铁片嘅sản物咯。亚世界，嘉盛老民风没有出发去自冲咯。茭白笋的那个籽听起来很稀奇，一般都是看人家用什么机器那些做，只是我们用手工的，要自己做籽。来到野尾手工做籽嘅素菜，亲身看到师傅传统嘅做籽方法。不过啊，嘉盛老民风根本日我来野尾制作嘅，唔係傳統嘅籽哦，佢哋愛做嘅係一種當鐵片嘅，做得用到料理當中嘅食用籽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纸张是怎么形成的吗？就是用那个树皮。那还有什么？不知道哎。我们平常做纸的话，会用到干净的水，然后树皮，也就是纤维，然后还有悬浮剂，也就是植物的胶质。想要做到用到料理當中嘅籽，啲顏料烘，係需要經過鐵片透過100%嘅切物裝做的。嘉盛老民風向下流高筍嘅殼白白下來，用到滾滾嘅水度去煮，經過3點鐘，佢嘅香味就會變軟咯。這個就是蒸煮過後的茭白筍的殼，跟原本的好像鹽果。對啊，因為我們放下去煮，顏色就會變。你看，上面味道是一絲一絲的，它已經都軟化了。今本日嘉盛佢就用嚟高筍殼、樹皮還有甘蔗泡來做料理用嘅籽。無論係乜嘅顏料，做籽嘅工作，地鋪都會愛先撈植物嘅香味變軟，撒下來用脆嘅撈香味打綿綿，咁樣才能做出高品質嘅籽醬哦。打到圓圓嘅水漿，青米做出嚟嘅籽，就唔會有糊糊糊糊，還有結地嘅味素。也下醬做好咧。嘉盛佢哋咩愛嚟體驗看呐，用高筍做出來嘅籽，係上到乜嘅用嘅呢？你看，这是我做的，很厚哦，很厚。哦，妹妹做的很好哦，弟弟你看，厚厚的。对，为什么你这边凸一大块？我拿起来就这样。你刚刚有搅拌吗？有。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哦，还要再把它压干，然后压干好再來烘乾。行業手工做籽嘅素菜，看到嚟台灣做籽嘅人，懂厲害嘅技術。原來啊，除咗傳統嘅，做得拿來包料理嘅，還有天然搶出來果子做成嘅籽呢。原本以為會東破西破的，最後就變成這樣子，就是沒有破洞，很成功。呀下用煮菜廚幹都買好嘅食材，準備愛嚟做料理咯。根本嘅種樸時係對苗栗來嘅，小朋友都當家己嘅客家阿婆種肉球，此些啲料理嘅環境太嘅，到呀下還夾夾照上照下本而攀做，佢呀愛帶人嘅洗廚幹做乜嘅料理呢？小朋友，你們今天準備了什麼菜呢？我們這邊要做茭白筍燒肉。哇，這麼厲害哦！我那等一下拭目以待哦。那個棉芳跟
佳琪来，你这边是做什么菜呢？我们做3杯鸡美人腿，有深度的菜哦，很好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从安琪这边开始来做哈。我们现在想要先切肉。哎呦，厉害哦，还有教师哦，切的大小都一样啊。你在家里有帮忙做家事啦哈？有。对，现在小孩子能够在家里帮忙做家事就不容易了。还哦。接下来做些什么动作呢？我们要拿那个酱油还有绍兴酒拿来腌，把它腌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小孩子你要剥啊，这样子不能吃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现在开始剥。那我们现在过来看嘉诚跟那个明芳，你们两个的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哈。蒜头跟姜是要做什么用的？就是炒香的。这个是辛香料啦，这个在我们这个做菜里边，这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哈。没有加这些东西，做出来的菜就少味，味道就不一样。然后现在听听的哈，那个必哈，嘉诚，你拿到做用飞，你知道？我们要把这个剥掉。明芳开始准备3杯嘅料理嘅别用工作，安琪买了卤锅挑油嘅猪肉，放到锅肚去煎。亚时节，同一组南外做洗厨干，买啲天数白高笋咧，老高笋白好过后，要行外个处理过哦。也较老的呀，较老的就摸去，那边上手那个绳，那边做的蛇那给它了，要不切，就继续切，把它切好哈。你这边也继续煎，跟用剪拢用的呢。煎到金黄色。金黄色哈，这还没哈。哇，用煮嘅味道都冲过来同乡嘅米丝诶，安琪继续地煎猪肉，也下明芳亚族，姜麻蒜呢都已经煸好咧，撒下来啊，就来表面鸡肉咯。也是要把它煎过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这给你煎，然后呢，这边呢，你这个茭白笋哈，哎呦，弄好了哈，但是有点不干净啊，强势的剩的呢，加酸加倍，就是然后来中枪了。然后你光饭糖是什么？鸭子拼的，没关系，慢慢学哈。回去之后就多学哈，客家话也是要把它学起来，因为是我们自己的话。训练煮洗厨干相互听数，分工合作，等一下做好嘅料理，应该会当成功哦。安琪锅肚嘅肉煎到差唔多咧，撒下来，我加入猪肉米、青葱油嘅调油、绍兴酒、水还有糖咧。好香哦！好香哦，真的确实。那为什么要加绍兴酒？增加它的香味，因为绍兴酒本身它是有中药材，它用中药材去泡过的，所以它增加它的香味。那这样子呢，然后我们就让它去煮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当地嘅煮嘅猪肉，我用火色留时间来炖出佢嘅好米丝，来看看明芳亚族。哇，锅肚嘅鸡肉炖到已经6分熟咧。明芳，嘉诚，我们这个煎好了，我们要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？加麻油。让它先一下。有没有加？有。知道什么叫3杯吗？不知道。就是要用那个酒，3杯的酒，去把它烧干，就叫做3杯酒。现在是只有1杯嘛，先加一点。然后再加酱油，这酒稍微给它多一点。那现在让它烧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样呢，人家还要做米嘛，该给料诶，辣椒。对。现在有刀嘛，有碎嘛。有，跟你的手这样子，不会切到手指头，这样子。阿婆。就是我们平常切那个洋葱的时候，切一切会流眼泪。那为什么这个它很辣，但是不会流那个眼泪？它们的性质不一样，它的一个是会有气味跑出来，气味散布在这个空气中；一个是，然后它的辣是让你在嘴巴里边辣，它不会跟着空气跑，
好，那把辣椒先把它放进来，让它烧一下。有颜色了。哎，对，烧到这样子，有没有很漂亮？有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先把茭白笋放进，让它煸一下哈。呀哈，用煮到控肉，三邊嘅部分都處理過後，咩差唔多好些咧。運氣叫我老高筍變到不肚咯。哦，有没有好漂亮？对，有没有好香？好了，好，你把它倒进去，然后稍微把它拌一下，小心哦，手不要碰到。那茭白笋倒下去，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肉比较油啊，而且加一点青菜下去，就是比较增添色彩嘛，然后又爽口的。哦，你厉害哎！哦，阿婆，你看那个肉有没有熟啊？一般来讲的话，像我们是平均面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就用筷子刺，它刺下去速度还好吃还是不好吃？如果是还没有熟的，一定刺不过去啊。那这个已经不单是有熟，而且有点烂啊。做这个烧肉本来就是要有点辣才好吃。我们现在这个三杯鸡已经烧的快要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九层塔放下去了哦，就这样拌一拌就可以了呢，就煮好了呢。啊，好快啊！你回去好快哦，我们做了好久了嘞。对，我们要包这个，我们要包起来。这个是我们用那个茭白笋的壳做出来的。哦，这是你们自己做的。对啊，那这样子好，变成只包三杯鸡哈。就这样，把它包进去。我们包东西哦，是这样子，先把这一边把它折起来，然后再另外一边把它折过来，就要把它包好。我们就这样子，这样子就这样子出菜了。吃的怎么样啊？自己要先感觉，把自己的心得先把它发表出来，好不好？是怎样？是不好吃还是好吃？好吃，很好吃。真的啊？你觉得满意吗？满意。盘子交换一下，好。有吃茭白笋吗？有。哦，那好吃。哦，好吃哈、哦。他们做的红烧肉，有没有你们家里做的好吃？没有。好，下次我也去采茭白笋哈。那你带我去啊，你带我去做那个茭白笋的叶子做成的籽啊，好不好？好。西廚幹從私藏，人嘅西廚幹來到嚟台灣總鋪普利亞蔬菜，意思嚟搞順一份食材，雖然也會嘅熱條凍辣，賣菜嘅時節凍辛苦，唔過啊，記得我們耐下來咧，清味完成嘅是要真功夫，還有時間製作得出來嘅搞順控肉，還有3B嘅美人腿。電視條前嘅小朋友，看睇嚟節目。記得啊，係唔係咩愛東上親身落做下好料理呢？我們加了辣椒，我剛剛直接吃到辣椒，然後炒出來很辣。好了，我最怕辣。跟我比一下你的招牌动作好不好？我是派大星。我听到你们刚才是不是有吵架？对啊，他就突然告诉我说，你做事情都只看表面，他就觉得他自己做什么事都是对的。我没有啊，因为你突然爆出这件事情，然后对不起啊。直接讲对不起，是要讲对不起的啥呀？我这叫做心胸狭隘，是狭窄吧？狭隘。